女人不慎将手机掉落地上，可正是她弯腰捡手机的这个举动，竟让她在阎王殿安然无恙地走了一遭。他所在的位置恰好是神秘男子的视角盲区，见对方离开，安迪才松了一口气，但很快就传来隔壁房间玻璃破碎的声音，这让他突然想到刚受伤的母亲。果然一切都如他猜想的那样，神秘男人用一个塑胶袋将母亲牢牢套住。情急中，安迪首先选择向警方求助，然后随便拿起一个东西便要去救自己的母亲。因为击中了要害，对方瞬间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还未等安迪平复情绪，母亲就询问他刚才有没有报警。当得知安迪已经报警后，他立刻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钱包、手机和门卡，让女儿去卡罗敦打开指定的320号仓库。此时安迪一脸蒙圈，明明自己是正当防卫，为什么要逃跑？但母亲却没有回答，只是警告他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联系，没有他的同意也绝不能回来。在他准备离开时，警察才急匆匆地赶到。随后，安迪发动汽车逃离了小镇。第二天一早，警察再次来到家里盘问昨天报警的事。母亲说是昨天在餐馆受到了袭击，惊吓过度导致晚上睡觉做了噩梦。其实家里根本就没闯入过匪徒。说完这些，他突然看到地毯上的血迹，如果让警察发现那就麻烦了，因为昨晚闯入的匪徒现在正藏在楼上的衣柜里。于是，在送警察离开时，他特意挡住了血迹。离开的安迪找到了母亲说的仓库，里面只摆放着一辆没人要的老爷车，副驾驶的手扣里还有一把手枪。在后备箱，安迪看到了大量的现金，还有母亲很多不同身份的证件。其次是一张母亲背部带有枪伤的照片，但他清晰地记得母亲背部的伤疤是摔伤导致。那母亲为什么要掩盖曾经的伤势？疑惑间，安迪突然想起昨晚寻仇的匪徒似乎还和母亲认识，种种奇怪的迹象不由得让他怀疑起母亲的身份。先是母亲见义勇为反杀了餐厅的持枪者，即使伤势严重，母亲也不愿意住院，就好像有什么危险即将要降临一般。结果当晚就招来了匪徒找上门寻仇，现在仓库里又事先准备好了逃亡用的必需品。那么和自己生活了多年的母亲到底是谁？她曾经又有着什么样的魔鬼经历呢？心态崩了的安迪一人来到酒吧。之前母亲为保护他反杀持枪者登上了抖音热门，相反安迪懦弱的表现也遭到了网友的人肉辱骂。此时酒吧内的酒鬼恰好认出了他，最后是一旁的男子替他解了围，因此安迪也对他放下了戒备。当得知对方当过兵后，安迪萌生了一个大胆的主意，那便是让对方教自己精准的枪法。Relax your shoulders. That's right. Keep your elbows bent, grip it tight. Now all you want to see over your front sights is your target. And when you're ready, I want you to squeeze the trigger, but just do it slowly, okay?一番肢体接触后，安迪对他产生了青睐，甚至有意领他去点着红灯的小屋。正当安迪想入非非的关键时刻，他突然看到了男人车内的装饰吊坠。同样吊坠的车，案发当晚在自家附近也出现了。一系列的巧合让他后背发凉。随后简单告别后，安迪立刻回到旅馆，将手枪上弹子弹，整夜未睡的守在窗前，生怕下一秒对方就会闯进来。天亮后，他不敢发动汽车，战战兢兢地从小道离开。